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早起11点半发布今年第6号轻度风台为拍海上风台警报，风台路线是往北收集，愈挖近台湾。之前风台扫过台南嘉义的园有时代爬去厝顶修理，下落来不幸过往。嘉义县有农民找工班修理温室网色，煞防骗。高雄的警方抓到高山区一间二手冷气行的头家，私底下卖毒品，引导的人盗装冷气，做工来换毒品。来看今年第6号的轻度风台为拍伫透早2点形成咯，目前是为伫个软皮，南东方的海面上往西北西方向，会对巴士海峡甲东沙岛的海面造成威胁。路线淡薄仔往北修正，愈挖近台湾。中央气象署嘛伫早起11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气象署拄啊上新的说明。第6号台风为帕，预计未来将从台湾南方的巴士海峡通过。气象署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今晚到明天是台风相对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并且会为东半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雨势。其实从中午前后左右，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已经开始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出现。而在我们的东半部海面，也可以看到有非常旺盛的对流云系在发展。随着这些云系的接近，今天到下半天入夜之后，东半部降雨的情形频率会越来越密集，雨势也会越来越明显。也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云系会越过山脉，在大台北地区也会逐渐有短暂的间歇性降雨出现。而另外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也有午后热对流发展，因此目前南部地区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局部雨势。今天白天，也就是现在一直到今天晚上8点前这段时间，整体的降雨大致上是以东半部为主，还有南部也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而到了今天入夜之后，整个东半部的降雨会更为明显，甚至一直持续到明天的白天。主要明显的雨势都会集中在东半部地区，尤其是花东的山区。我们要提醒，花东山区降雨的等级可能会来到豪雨以上，会带来相当显著的累积雨量。轻度风台为拍，伫今仔明仔载2天会通过巴士海峡哦，上挖近台湾。目前气象署嘛针对南投、云林、甲屏东、各花莲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离岛的3个航线今仔下晡就开始停驶咯。拜六离岛，阁有金门小三通的船班嘛已经宣布要停驶。炎天赤日头，予人目睭闭袂紧。风台外围定降，各地是高温烧热，尤其北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连续的高温。风台微弱，现时以24公里的时速向北西移甩。风台持续接近，有加18中昼左右，东南部地区就会开始变天。18下晡到19是风台相对上接近台湾的时阵。预计它的暴风圈将会掠过我们海警的范围边界，那其实离台湾也是蛮近的，而且未来后续还会有稍微往西北移动的趋势。到明天。可以看到，从宜花东一直延伸到恒春半岛，预计都将有机会出现大雨或豪雨，尤其是花东的山区将有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强降雨。根据每12点钟雨水量的预测，18过头了，南部甲东半部午后开始落雨，日头落山了，东半部雨势加强，东半部雨区宜兰到台东恒春半岛。19日时啊，雨水嘛变真强。气象专家分析讲，微波风台环流大，通过巴士海峡的时阵，会卡到海警范围边缘。不过离陆地阁有一距离，未发布入境。要注意年度的大潮，礼拜西半部西南的地区要注意海水倒灌。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分析师讲，未拍在雨甩过程外围环流卖带来强阵雨风，尤其归人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势更加强。气象署已经针对13县市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按今日开始，都要注意有平均风6级以上，还是阵风8级以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进前的丹那市风台哦，造成台南有超过12000间厝受损，目前是阁有上千户还未征收，嘛无大补棚。有民众是真怨叹讲，拢找无师傅通来修理哦。伫家里的下营，都有时歌家己爬去厝顶来修理，无说离下落来不幸过往。市政府表示讲，已经整理愿意协助的因造厂的名单，会提供予公所，民众会当来请求公所协助。
但毋是即阵也有千外户的厝受损，真侪灾民等无工，只好家己爬去厝顶征收要砍布棚。丽景嘉里区营业即搭，有一位60岁姓林的查甫人，惊继续落雨，厝的损害，爬去厝顶，因为厝年久啊，房啊吹去煞摔落涂骹，落尾送病院，不幸过往。头一大爬去的时阵哦，就我有小可摔着啊，手都切伤，佮爬去的时阵哦。我煞这个第二届摔落来哦，最严重。外销咧出去食头路，啊，佮即摆佮请无用工来用，啊，四个就是找厝边对壁有一寡少年仔使回来斗用。其实伫7股嘛传出有2个工人对厝顶跌落来。头天10外针，但沿海地区遮真侪时段，厝的囝儿拢出去食头路，佮加上请无工来斗搭布棚，就算7股顶山里遮庙前墩坐布棚，都是等无人。有灾民厝的外墙是搭有需要人工来搭布棚的单啊。有议员讲，因应厂商有引进合法的外劳，有搭厝的专业，毋过受到法规限制，干来当做公众工程，私人的主体无法度支援。议员建议政府通协调中央，看敢通先暂停放领相关规定。这阮是要讲，搁来请人来看家啦。啊，敢请有？即摆等伊倒来，还要再请啦。他们另外一家也告诉我说，他们真的是有义工。如果政府把这个法律放宽，可以让这个紧急事件让义工去那里帮忙。他们都会协助帮忙。保证台南有16区列做灾区，厝体受损数超过12000户。面对修复人工甲材料拢欠缺的问题，干部局回应已经有统计愿意协助的营造厂、土白工包业者名单，发落去各区公所，互灾民通由公所媒合处理。另外，伊嘛讲积极扩大跨区资源，已经联络全国营造工会甲外县市厂商协助投入灾后重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嘉义县哦，温室网线算长毛八成，所有人真歹心，用真少的计数，佮连面会当时间哦来骗农民。定金收收的人就人讲，农业处是呼吁农民哦，唔通还未拍契约，还未时间，就先付钱。拿汇款哦嘛爱留证据来保障家己的权益。一做，因为风台担要修理的温室，农民唔若烦恼找无工。修理的钱，阁是一条真大笔的费用。有人就利用农民这种心态，骗农民讲用偌成的计数就会当修理温室，结果农民定紧入去，对方摕到钱了后，人煞走无去。有人就是利用报价报得比较低，或者是他用一个借口说你先付我定金之后，我马上可以安排帮你维修。那农民当然听到都说很心动啊。你要讲安尼方法，你钱后去借无法度啊啦。啊，伊即摆搁甲法官讲伊无钱啊。看会当超过5万、10万型无啦。嘉义县温室网是这种农业设施，计共有1470公顷，这个风台带来8成以上的损害。因为要修理温室防骗农民，拢无报案，偌侪人受害也毋知。嘉义县农业处就呼吁农民，要找厂商，除了爱加探听以外，确认签约的对象，唔通因为计销俗，或者是会当提早时间的条件去互人骗去。确认。这个厂商是正牌的厂商，而且来跟你洽谈的人并不是诈骗或冒用这个厂商名义。相关的温室作业，请订定契约书。那契约书内容你要做确认。农业处强调，这种诈骗的行为，真侪拢是伪面册，也是赖顶面的信息。为着要减少互人诈骗的机会，契约的条件除了要讲清楚，嘛唔通直接摕现金互人，尽量用汇款。有纠纷的时阵，才有保护家己权益的证据。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师大女子骹球队抽回换学分的争议，学生哦，增加教育部有7点的共识，包括教育部来成立第一申诉的窗口，嘛已经有3个学生提出申诉。伫社群平台哦，嘛阁有3个学生有大文来指控，教育部是表示讲已经有主动来制接。有学生是指出讲，2017年伊就开始抽回了，问讲捌受过迫害，感觉无公平，学生拢出来申诉。北检嘛已经主动分案调查，昨冒去师大来提研究资料，参考会议检体。台师大嘛表示讲会全力来配合检调的调查。其今仔早起哦，计划主持人陈中庆教授各学校的行政人员嘛拢有来陪同调查。再来看高雄高山区哦，一个冷气行的头家，因为家己食毒，利用店面做药头来卖毒，佮互见到的人用做工，佮有倒冷气来换毒品。警方表示讲，专案佮扩大追查。姐姐，
大力将门暂开，高雄市刑警大队来到高山区一间透天厝，搭站楼详细敲吹，因为警方接到线报，讲这间冷气行头家是一名姓区的查甫人，平常时除了有咧卖冷气以外，佫有咧做药头卖毒品。警方敲吹了后，除了姓区的药头，佫掠到3名药客，现场也找到4盒安非他命甲大麻，拢总55包。查获邱姓犯嫌，并查扣1级毒品海洛因22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大麻28包。警方这摆行动，唔但发现姓区的嫌犯有味道，佫用毒品生一寡来学西亚的人食。这西亚食条例了后，因为无钱通好佫买毒品，就用做线工的方式来甲嫌犯换毒品。警方表示，初步了解，目前受害西亚有2人，后续也正在扩大追查当中。冷气的工资一天大概会有2000至3000，经我们调查那个大麻现在1公克的市价大约在2000，然后海洛因的部分大概到3500到4000不等之间，所以他们会用工资来换取微薄他们毒品来吸食。警方表示，斗冷气较属于粗工业，受害2名西亚年纪大约40通岁，因为休假期间有为少少年囡仔一起做线工，警方也呼吁找头路的时阵一定要认真细致。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场报道。第年集团的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14爆炸大火，目前搁2点钟就要泉水一解。烦恼安全甲污染的问题，电风传出讲要求三元搬厝。三元公司是表示，讲因会继续甲厝边头尾来沟通。市政府嘛已经启动稽查，要伫1礼拜内完成全市8座电池厂的检查。火调人员甲其他相关单位再去入去三元能源科技高雄厂，要调查火警事故的原因。另外一边，还有消防人员每2点钟对移动式炮塔上水下水，稳定控制温度。暗过10时发生的火警，又有发生爆炸，真正惊人。火伫15才控制，以后周边的邻里甲民代真不满，要求三元爱前抢。每天都有我的里民来打电话来告诉我说，里长你应该要有动作，你不能这样继续沉默下去，你要带我们去表达我们的心声啊。这次发生了以后，我们觉得说他们所说的每一个东西都是谎言，所以我们非常生气，我们也不希望说你当初所讲的跟现在的，那你安全在哪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危害公安生命的威胁，还有环保的品质。尤其厂区挖近人口正密的所在，电影烦恼哪个发生意外，无排除为抢表达诉求。持续积极和地方上各界沟通，尤其是我们最邻近的左邻右舍社区，希望邻居们能给这个团队一个持续优化，把厂区做得更好、更安全的机会。去干嘛做啊？哪赚钱啊？卖从台百姓做啊！三元回应会个积极家庭沟通，释出上大善意。高雄市政府嘛启动其他厂区稽查工作。目前全高雄8间电池厂，16开始1礼拜内爱清查完，嘛要宣导业者对祭田区甲化新区这设备做好自主的管理。记者采访报道。12九暝汉光41号演习，今仔是上尾日咯。花莲机场早起有C103幻象，有 IDF 等战机起降。伫花莲台东甲外岛，早起嘛进行轮成的防空演习。花莲县长徐金美嘛亲身导导。国家C13空降路汉光41号演习最后一日，展现花莲机场正头战，分别起飞的战机有新竹空军基地幻象战机、IDF 战机等。实兵演习特别结束，官兵进行下地重亲作战最后阶段。天色多光，增加运兵车伫花莲市中乡路甲嘉乐福头前刷电动。特别早起花东甲外里岛园区举行下定轮成防空演习，职工所民众配合演练，埔头区的保护头部，花莲县长徐清辉也亲身来巡视。那目前刚刚有办公的民众也已经做紧急的避难的一个整理，已经疏散，那也到我们楼下去做一个避难。在平时多一分准备，在战时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清晰。我们公部门能够安定、非常从容来引导我们的乡亲，我想相信也就会很安心，所以我们要很慎重。消防车到现场拍火，吉安车站内底有民众无意受伤，等待救援。民警员受伤为亲像真的共款，甲前3日无共的是，特别演习时间毋是下晡，是早起10点到10点半。民众若听到防空警报，都要赶紧就近疏散避难。违规人上悬应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今仔审查刑法修正草案，针对开案后续的刑责修订，那被是要甲儿童虐待加重刑责，相当是当判死刑哦。这案中到伫立法院嘛已经表决通过了。另外，也将对立法院延会到8月30日，让大家表达抗议。今仔早起还未开会，民众党的立委甲民进党的立委，就因为海报要安怎摆哦，发生冲突。一股来一股去，敢若为3人先来布条安怎放？立法院18议会进前，立法院为喷嘴烂各党下动手。你为什么动手飞了？我哪有动手啊？我哪有动手啊？民进党透早排先处理开案条款，要加刑罚当中增加272条之一杀害未满7岁者，加重其刑2分之一，提悬到15到20年。虐待致死，应处死刑，或者就无期徒刑。另外修正第286条，对未满7岁者虐待致死等行为，刑度比对7岁以上未满18岁囡仔青少年犯罪更较悬。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272条之1条文，并将第286条条文修正通过。立法院强调，当期严刑虐待囡仔，暗过要求定数证据，佮对宴会到83批遗憾表达抗议。因参加过大法官刑事案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被判被提名警告立法院拜会民进党团。希望能得到党团的51位所有的党团先进们大家共同的支持呢，能让这个大法官的会议呢顺利。大法官人事党的权限会在7月25日立法院投票表决。民进党表示，议员爱经过内部讨论投票意向，国民党团开放讨论，爱到25当日才会定案。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大罢免投票，阁剩8日尔。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的说明会今仔起过，早起头一场是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甲罢团的林涵玲单撇红哦。昨这道人的发起人赵少康是红白讲，7月2日迄天伊无伫国内，要去东非旅游。赵少康早起是出面宣布讲，伊决定无要出国咯，即马要留伫国内投票。7月2日罢免投票，剩8天。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水平会起过，头起上由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甲罢免团体林涵玲、陈碧红论战。以王宏威、傅崐萁为首的这些立委，在面对中共统战官员声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时候，他选择微笑以对，并且在回国之后，以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方式，强行通过多项争议法案。这些法案实质上瘫痪了中华民国的国政。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大陆观光客不来了。以王宏威所处的中山区是全台湾观光业最密集的一个行政区，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不了解为什么罢团你们又不做功课了。罢免咧拼最后催票的阶段，不过战斗拿发起人赵少康，互人逼讲7月2日长假无伫国内，当伫咧东非旅游看动物大盘耍。不过赵少康出面宣布讲，家己无爱出国啊。7月16号，我会留在台湾去投票支持罗智强，不同意罢免罗智强。那也希望蓝营的朋友、反对大恶霸的朋友都见贤思齐。最近选举公报开始发送，有真侪地区刷传出公报有假国民党立委无同意罢免的文宣。民进党立委王岐川就指控，桃园南委罗明德就是其中一个。这个桃市选委会行政无中立，对此罗明德公报理办公室会监视其为民反击。不管是善意恶意的这种摆拍，然后传出去的照片跟传出去的情境，他的心态是什么？让我觉得很不可取。发放投递到住户的信箱的是纯选举公报，有造谣的部分。罗明德是强调，对这个突锤亚康事件是保留法律追诉权。相关的影片已经交由桃市选委会调查厘清。桃地检署也表示，有接到民众检举个法，已经受理等咧调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香港媒体指出，讲总统赖清德按算8月要过境美国，也毋过美国方面恐惊为着要互传习会会当顺利举办，来取消赖总统过境的安排。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昨是表示，讲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是双方长期的政策甲惯例，嘛考虑到安全甲尊严。咱即马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华府的采访报道。
是最近是有媒体曝光，咱总统赖清德按算伫后个月时阵要来过境美国的纽约坎达拉斯。不过，香港的媒体《南华早报》是伫15号的时阵讲，这个美国是因为要来办这个川习会，等来考虑取消赖总统的过境。针对这个问题，美国国务院今仔日是表示讲，台湾总统的过境安排甲美方过去的政策拢是相同。Transi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high-level Taiwan officials, including presidents, are again in line with past practice and fully consistent with our longstanding policy, and such transits are undertaken with consideration for the safety, comfort, convenience, and dignity of the passenger. 啊，那伫7月12日的时阵，美国含中国的外交部长伫马来西亚见面了后，这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是表示讲，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并无伫见面的时阵讲到台湾总统要来过境这个代志。咱政府到目前为止是还未证实赖总统要来出国这个消息。啊，那咱台湾伫美国的代表处嘛表示讲，即马无消息会当来公布，若是确实有要来安排这个总统的过境美国，嘛会交由总统府来对话说明。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国务院的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川普政府最近决定讲要甲5个犯着重罪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南部的国家史瓦蒂尼，这嘛引起批评。反对的人是讲无应该甲史瓦蒂尼当作是川普的粪扫场。另外，川普又佮提出讲要来重启厄姆岛加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美讲这款提议实在是讲甲袂白章。和美国合作对路怪物的5个按古巴、牙买加、寮国、越南甲也门来的移民，防以犯罪非法移民的罪名困捉出境，所要遣送去的国家，却是非洲南部内陆国斯瓦蒂尼。这个事件引起全非洲的愤怒。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因为部分困捉的对象受到原母国来拒绝接受，才送来第三国。根据 CNN 报道，这5个移民因为所犯的是性侵儿童，也是谋杀这款暴力犯罪，受到定罪。虽然美国官员承认，这款罪犯已经引起非洲各国安全的忧疑，不过讲因是方单独关伫咧斯瓦蒂尼的监狱内底，所以未对非洲各国也是当地的民众造成威胁。不过斯瓦蒂尼的反对人士批评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美国甲斯瓦蒂尼当作收留这款罪犯的粪扫场。We condemn that the bringing of hardcore convicts to our country to mix with our young convicts who still have a chance of to be rehabilitated. We can approach the court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legal institutions to possibly complain. 另外，川普伫5月8讲，要重新使用伫旧金山湾的厄姆岛联邦监狱来关押美国的重罪犯甲非法移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甲内政部长碧君伫17顶岛视察，受到众议院前议长菲洛西批评讲，这是上界歹的建议。长期研究厄姆岛的专家讲，厄姆岛的设施已经无法度使用，要使用厄姆岛是一项大工程。伊伫1963年修起来了，转型做博物馆甲观光景点。目前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咧掌管，每年所接待的游客有超过100万，所以若是要改做监狱，嘛需要国会表决来通过。征收甲重建的费用嘛会开真侪钱。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英国政府昨宣布讲，按什么伫后一届大选进前，甲投票的年纪对现在18岁降到16岁哦。这是目前执政的工党去年选前的承诺。英国嘛正做是全球选举投票年纪上低的国家之一。少年学生大部分是拢赞成，专家嘛认为，少年选民的选票甲一般选民应该是同款的分量。工党执政的英国政府17宣布，计划伫下一摆大选进前，将投票年岁为18岁降到16岁。首相舒克表示，若因降到10岁，就应该有投票权。青年学生大部分乐观其成。I just think it would be really amazing because so many of these policies affect younger people and they have to just sit and watch and don't have much of a voice. But now they'll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Yeah, I'm happy about it, but there is like that small worry about like people who are just gonna like take their parents' opinions and just vote with what their parents say. So say you live in like a house that
民调显示，伫18到24岁选民内底，工党的支持率18%上悬，第二是绿党26%，自由民主党20%，右翼的保守党干那9%，英国解救党8%，这是工党去年选举进程承诺调整选举制度一部分。顶一届大选投票率只有59.7%，是自2001年以来上低。虽然16、17岁青少年干那占16岁以上人口2.8%左右，暗做选举认为，若互少年人养成投票的习惯，就会加速重新选民。So some people, have questioned are these 16 and 17-year-olds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what we know from other countries where this is introduced is that actually 16 and 17-year-olds are making decisions of unequal quality to older voters. 目前英国的苏格兰甲威尔斯已经部分选举允准16到17岁民众投票。若工党政府这项选举改革得到国会通过，英国全国投票年岁就会统一。全球大部分国家目前投票年岁条件是18岁，不过奥地利、阿根廷、巴西甲厄瓜多等国允准16岁选民参加全国选举投票。比利时、德国甲马耳他允准16岁青年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不过未允准参加国家立法机构的选举。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再来看巴基斯坦的黄山雨已经造成63人死亡，约300个人受伤哦。巴基斯坦对今年6月到10因为大水雨落袂离，有上千栋厝损断，全国嘛已经有159个人因为天灾过亡。总算有人来救，旁者不幸这个火啊，赶着简单的行李，救援人员用这台船，将因载去第四较悬无饮水的所在，厝已经河水淹去，不过只有人平安。这次旁者不幸因为落大雨，在24点钟久内造成60人死亡，大部分拢是注定和大水跌加崩来。ये छत गिर गई है। छत के नीचे बाप था, बेटा था और उसकी बेटे की वालदा थी। ये तीनों ही जान बहक हो चुके हैं。有一位农民讲，大水来的时阵，看到囡仔大声喊救人，有份人徛伫咧锁顶下山，叫人赶紧去救。灾民坐船离开时阵，看到规片农产地拢浸伫咧水的。पानी ई फेरी बहुत सारा ज्यादा है। पानी हर छिमाई दे छिमाई पानी आवे न हाल वाली फसली सारी गल वेंदी है। चावल होवन, तेल होवन, कपास होवे। सारा चीज़ां ये गल वञनि।当局讲，地势较低的所在，水淹起来速度真紧，叫民众赶紧撤离。救援队也待命。本岛电视台记者省德伫咧现场报道讲，小型水坝爆发放弃了，和大河水规个冲走，伫咧旁遮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并且造成有人死亡。军方派直升机来救人。国家灾害管理局统计，自6月25到即马，全国有超过1000栋厝受损。黄山啊，河是东南亚国家正重要的农作物灌溉水源，不过城市快速发展，一个排水系统无好，再加上气候变迁造成极端气候。专家警告，巴基斯坦伫咧接落来几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极端天气。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之前的丹纳西风台造成中南部地区稻仔的灾损是真严重，有不少稻仔倒长，嘛因为淹水出芽，农粮署嘛已经启动收购，嘛以1公顷补助55000块，互农民会当清园，嘛望讲农民通赶紧来搁再种植。全部倒去稻仔话内底是空的话已经出芽，影响整体收成。受即摆丹纳西风台影响，中南部有真侪稻仔损失严重，除了倒去淹水，后续阁因为无法度马上收成出芽，起来品质落差真大。全倒啊！对，全倒啊，那它有可能会出芽啊那样。对。收成率安尼个起来。收成率无好，伊安尼往下挂，这第2趟了。伊这都辅导落去就等车紧嘛歹刮。为协助彰化分林家己甲台南4县市农民降低损失，搁妥善处理受损的切仔，农粮署7月初到启动灾害切仔收购措施，搁伫15进一步推动村的全部收购专项，希望能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这是中央在7月9号已公布收购灾害股，那计划性跟辅导性的稻谷呢，我们5800公斤的部分以23.5元来收购，那余粮的部分呢是以20.5元来收购，那剩余的部分呢，农业部也增加2成来进行收购。另外，针对无法度收成的产区，是每公顷55000块进行清园补助，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赶紧复耕。其中，彰化甲云林县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25，嘉义甲台南农民申请期限到7月31为止。记者综合报道。
宜兰5家总位的沿海有袂少爬远的渔温啊，因为地势较低哦，伊还是袂当吞吐。也毋过，县政府拍算要来同意地主会当吞吐来开放，正做是一般的农业用地。也毋过，惊讲会造成饮水甲废土乌白片这个问题哦。县政府嘛按算讲明年会先来办理评估。渔温无水打去又搁拍远去，宜兰勇士渔业水体出现真侪拍远的渔温，尤其总为5家顶沿海，因为地势低，按照宜兰县农业用地契图改良办法，袂当吞吐，真侪渔温拍远超过30年，造成地方困扰，造成环境污染，内底创真侪蛇，个蠓虫啊真大堆，影响到村民的一些生活品质。用5家乡金钟村做地，是乡内废弃渔温上济砖头，除了草乌白发变甲真垃圾，佫会有蠓仔、虫、蛇来洗拖，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公部门来协助了后，甲一寡拍远的渔温转型做莲花池，才暂时改善问题。风味在那边的时候，造成一些包括咱的排水系统啊堵塞啊，咱落大雨饮水，咱土地嘛无法度充分来利用。有民代认为讲，即寡拍远的渔温，除了无法度搁再利用，多数是产地因为无种作，地主也无度申请渔经的补助，造成地主权益受损。政府应该开放地势低的所在来吞吐，解决问题。会做一个详尽的一个规划评估案之后那我们再订定相关的一个各土改良的一个因地制宜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规定不过开放地势低渔温吞吐，敢会造成饮水？四边的排水系统敢会当配合？也有安怎避免废土入侵？这拢是问题。官府表示已经备预算，按照明年启动评估。做土水的分析，和拍远渔温定义更较明确，吞吐相关的规定法制化，伫检讨环境甲安全的前提之下，开放吞吐。今年伫小琉球已经发现19区的海龟卵，最近嘛是海龟孵卵的季节，管理处就办净滩的活动，2天计共变出超过350公斤的粪扫，让海龟有通安全登去海里的路，嘛提醒游客就唔通再做海龟妈妈生卵。手摕着叶仔，游客甲在地居民一透早就伫海坪面顶骨力清粪扫。这是坪管处举办的爱龟净滩接力赛，伫小琉球的大坪参与运动的海坪，2天就变出358公斤的粪扫，除了塑胶管啊，阁有袂少风台过境留落来的生活用品。跟小孩都可以理解到，净滩其实是整个行动的最后一环。我们把已经制造的垃圾带走，但其实是源头怎么样减速，怎么样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让源头的制造就本身就可以减量，那才是真正的根本。根据海保署委托台湾罗格斯协会调查记录，今年伫小琉球发现19区的海龟卵，这2大沙堡是海龟母上花生卵的所在。坪管处表示，希望透过这种做伙摒扫的行动，甲可能妨碍海龟仔囝登去海洋的障碍物清掉，嘛，让海龟妈妈有一个安全的孵卵环境。净滩，我们不只有在沙滩上面净滩，其实我们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净滩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小琉球的海龟它有一条安全的回家的路，我们把这条路把它创造出来，让这边的生态越来越好。因为小琉球准备要进入海龟孵卵的大月，坪管处提醒游客暗时较莫去沙坡，避免搅扰海龟探井。佚佗的旅途中，尽量减少制造粪扫，甲清气的海坪留互摒说要爬登去海内的细只海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2019年，新竹县有一个山鸟鼠集团伫江石乡掠到一只台湾乌熊甲山羊，搁现场捉来食。后来，这个细号的主嫌破病过往咯。也毋过，林业署是指出讲，嫌犯严重破坏国家保育资源，搁要提告，要求继承人就要赔偿500万。最近法院是主张讲，保育类的动物伫法律上毋是国家的财产，伊还是袂当来请求赔偿。台湾乌熊倒咧涂骹袂顶袂动。2019年，山鸟鼠集团伫尖石用陷阱掠到一只台湾乌熊，后来搁煮来食。检方调查了后，以野生动物保育法甲姓何的主嫌起诉。不过当事人后来因为破病死亡，林业署认为这款行为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向主嫌的继承人要求赔偿500万。不过最近获新竹法院驳回。台湾黑熊在台湾具有无可替代的保育价值跟象征意义，所以就这个案子，我们具体求
偿500万元。保育类的动物，一般我们是不可以任何的宰杀跟猎捕。那这地方如果有违反的话，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1条会科刑法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寄予100万以下的罚金。国家并不是保育类台湾黑熊的所有权人，就民事的部分是没有任何的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动保团体指出，台湾乌熊唔但是保育类动物，也是全民珍贵的资产，国家应该有权代表提出赔偿。呼吁法律跟社会应该让野生动物更加侪保护。那虽然野生动物是没有人所有的，但是它是全民的共同资产，而且它代表生态系的健康跟文化象征，所以国家更是保育的义务人跟监护者。保育的价值与富裕的成本是可以计算的，所以我们认为订定保育类野生动物价值与富裕成本参考的标准。将来让法院有实据可以依据这样。针对新竹法院的判决，林业署表示尊重，后续会去研究上诉甲推动修法的可能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台湾的畜牧产业饲动物的环境常常受到批评，尤其是两家。农业部是表示讲，会透过新技术改善两家的生活环境，嘛鼓励消费者就要重视动物福利的农产品哦，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做回来鼓励两家产业的转型。台湾伫2012年通过食农教育法，不过大部分的重点都放伫农作物，无要依着经济动物的资源分配。民间团体指出，经济动物常常受到无人道的对待，亲像台湾就有3700万只的两家生活伫家仔笼内底。真搁亏生活环境，唔来伤害家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嘛有可能影响民众的食食安全。为了我的营养，有一群生命，他们其实他们受到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对待。每一只母鸡在格子笼里面，他们都成了歇斯底里、崩溃的灵魂哦。农业部指出，目前国际愈来愈重视经济动物的福利。欧盟伫2027年特别全面废止人饲鸡，台湾的脚步行了有较慢。为了要量早改善人饲鸡的状况，目前除了用教育推广民众和业者动物福利的观念，嘛研发多层式平饲的方式，让两家袂输生活伫公寓有更较大的生活空间。台湾这个地狭人稠，那牧场要盖起来非常不容易，所以现在有推一种叫做多层式的这个平饲，用科学的角度来帮助这个饲养可以转型。有健康的鸡才有健康的卵，农业部呼吁，虽然不是人饲鸡的鸡卵有较贵，也毋过民众的选择可能就会推动规个产业的转型，保障经济动物的福利。记者魏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迄落有真侪人出国，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8月份的总运量会比去年成长9.5%，会有853万人次。机场坐运最近的运量嘛增加真侪，所以一开始要先增加透早甲半暝2班车哦。上早透早5点半，上暗返点，拢阁有机场坐运通坐。休热出国大会，桃园机场公司预估7月8月总运量会有853万人次，比去年成长9.5%。机场坐运这几年运量也大大增加，坐机坐到机场旅客占总运量的3成。季2013年平均日运量是25690人次，到今年6月已经成长到每日36649人次。我从美国飞过来嘛，然后我早上4点钟到机场，我还需要等到6点钟才可以搭捷运到台北市区。为体管服务量能，土车公司决定 A11老街客站发车班次自一开始早暗各加一班，未来上早透早5点33分导车营至到台北，上暗碟透早0点23分导车营到机场。早班加班车自清晨5点33分从 A22老街西站发车，比原首班车6点13分提早半小时发车。另外，深夜加班车延后到深夜11点50分发车。方便啦，因为如果有早班的班机或者晚班的班机，就是都可以乘搭。针对机制增加2班加班列车，透早中昼往台北方向的早班加班车，甲半暝往桃园机场的加班车，旅客大部分拢正学旅。机场坐运为疫情了后，旅运量也一直稳定回升，为目前已经成长每日超过12万6千人次来坐。
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年通过大南方新市谷的推动方案，规划伫台南、嘉义、高雄、屏东来打造科技产业园区，所以现在真侪少年人登去高雄发展。人力银行调查嘛发现讲，南部毋但工课费有增加，幸福感的指数嘛比北部还悬。即马是歇热期间，嘛有侪学生拄毕业，所以嘛开始有真侪人咧找头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指出目前伫台北做工课的人有56%愿意转去南部食头路，其中有30%表示非常愿意。其中上侪人转去南部会选择工课是观光旅游、餐饮业，佮有半导体。原因是因为南部的物价较俗，厝价也较省。我们都会很直觉认为说，不管学校、资源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都是北部比较多。其实，如果真正来审视一下，你看我们南部的大学，他们去发展各种他们的特色，而且我们的产业也不比北部少。人力银行指出，就行政院伫咧今年初推动大南方新石股的方案，南部加做台湾半导体、光电、日能的重要基地，工课增加嘛进一步刺激少年人愿意转去南部发展。人力银行表示，南部地区目前拢总开出来30万的工作机会，年成长12%。南部呢，除了就是会把青年学子吸引回来以外，其实观光产业的一个配合也非常重要。所以，尤其在南部，我们高雄地区常常能够吸引到很多外地来的人来这边观光，来这边消费。大南方新矽谷的计划，那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高科技的那个龙头啊，不管是台积电哈，或者是它周边的这个所谓的供应链，这整个都已经由北部的新竹一直往南部来，特别是在高雄。另外，这份调查也显示，伫南部做工课幸福指数达到61分，比北部的54分更较悬。人力银行和学者嘛建议，政府会当设愈侪产学合作训练平台，培育在地人才。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早起外送员工会直直欢迎抗议因不买Uber Eats按算7月底要搁降外送员的费用，因呼吁政府要要求业者甲工会协商。交通部的官员嘛强调讲，会赶紧找业者甲工会做伙开会。反对片面降薪，立即重启谈判。抗议会互外送平台降薪，要求是重新谈判。全国各地的外送员工会，伫全国总工会等3大工会的成员，甲立委做伙举行记者会，指控外送平台 Uber Eats 一定7月底前，搁再调降外送员的薪水，互外送员亲像搁要互剥一眼皮，要求政府爱出面督促业者赶紧甲工会协商。主管机关，不管是交通部或是劳动部，你们要硬起来，来帮助这些外送者。我也告诉 Uber Eats， 如果你不愿意，这些团体绝对会到你总部抗议。下礼拜之后，如果马上就是调降了，所以不能找他们来谈谈，不行，没有时间。这有什么好演绎的？工会团体呼吁平台唔通轻视外送员的劳动尊严，也化组织的交通部爱赶紧伫7月底前找业者来开会。立委嘛要求参加会议的官员爱互工会承诺，会尽快把那个运价的部分把它定出来。那定出来会送到劳动部，他还要去核算那个报酬嘛。所以我们2个部会尽快来找这个业者再商谈一下。行政院当然目前已经有责成这个交通部，它是自己机关，来会同我们劳动部跟经济部等等有关部会，大家来共同用跨部会的一个机制来研定一个有规范性的一个行政指引。对这代志，交通部表示会赶紧召开协调会议，劳动部表达会透过跨部会的讨论，希望赶紧建立相关的行政指引，保障外送员的劳权。记者采访报道。来看伫宜兰有一间连锁大卖场提供会讲开港结销的柜台，网购时段来到卖场有人通陪因讲话，店员嘛拢专工拣一寡会晓讲台语的，业者嘛表示讲试办效果若是袂歹，其他的卖场嘛会引进。啊，今仔来买物件，感觉啦有欢喜无？开始无欢喜。真诶晓，开始无欢喜，安尼较少来啊。开始无欢喜，你看较少。那还阿未开港，那讲算笑，这是宜兰连锁大卖场新设的开港结销柜台。这阮家己做的面包客家己做，小点心，试试看。开玩笑，佮大心摕牛奶面包给阿伯阿姆，是大是拢笑嗨嗨，一直学到足大心。较济所在有较好，很好啊，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聊天啊。
真好，第一届，真好，真好。如果针对早上来的阿公阿嬷们，就是可能如果血糖比较低，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吃早餐，然后就可能提供一些面包啊、糖果啊，然后牛奶跟豆奶或是水。卖场讲当初会想要说开讲介绍柜台，是因为看到荷兰有超市流行这款的服务，后来才甲引入来宜兰试办，希望互介绍变做甲老大人温暖的对话，豆豆介绍唔免惊后壁有人吹，打造一个友善的卖场环境。店员讲也有较闹火，也有拍一下招呼，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案啦。即马宜兰店是阮这个系统内底，阮第一间店安尼做。若讲伊的示范效果袂歹吼，当然我其他的店买当来这个采取同款的这个模式。卖场讲，伫咧开讲柜台服务的员工拢是特别敬贵，唔那需要有社会经验，上好阁会晓讲台语，爱甲老大人开讲为先。卖场阁提供60个岁以上的时段免费的配送服务，唔免挂甲大包细包，或是大真肯定。记者陈选曾俊佑宜兰报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